棵树上一天长一颗西瓜，3天后会长几颗西瓜呢？哦，这个这么简单，3颗。错。因为西瓜不长在树上，所以答案是没半颗。你们在做什么啊？彤彤姐姐，我问你哦，有一棵树，一天长一颗西瓜，3天后会有几颗西瓜呢？不对哦，有陷阱。西瓜是藤蔓类植物，适合在沙地里生长，不会长在树上吧？所以答案是没半颗。彤彤姐姐，那我问你哦，吃什么水果会好运旺旺来？答案就是凤梨。彤彤姐姐，你怎么都知道啊？那我们来玩绕口令，听清楚咯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这个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嘛？听好咯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彤彤姐姐，你怎么念的不一样啊？因为我念的是客家话啊，葡萄就是葡萄的意思。再次哦，我会念更快哦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这是什么水果？凤梨。这是什么水果呢？凤梨。这是什么水果？西瓜。这是什么水果呢？西瓜。这是什么水果？葡萄。这是什么水果呢？葡萄。默默好棒哦！葡萄、凤梨、西瓜3种水果的客家话，小朋友记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磊亮。